各位股友好，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呢個係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而家係2026年1月27號，美東時間下晝5點。今日個市真係好似坐過山車咁，個別發展得好犀利。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咗0.83%，但係以科技股為主嘅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就逆市升咗0.91%，標普500指數亦都跟住升0.41%。點解會咁分化呢？簡單啲講，就係一個板塊冧咗，另一個板塊頂住，拖累大市嘅元兇，好明顯就係醫療保健板塊。美國政府啱啱提議嘅醫保支付費率調整，加幅比保險公司預期嘅少好多，市場即刻用腳投票。兩隻龍頭股聯合健康同哈門那，股價好似倒水咁，分別暴跌19.61%同21.13%，真係睇見都心噏。成個板塊嘅氣氛都好差。不過好彩，科技股今日就企得幾穩，成為個市嘅定海神針。市場繼續睇好人工智能 AI 嘅長遠發展，加上好似特斯拉喺人形機械人方面有新進展呢類消息，都為板塊提供咗支持，所以納指先可以喺一片跌市中逆流而上。另外都要提提，地緣政治嘅雜音都令投資者有啲戒心。前總統特朗普之前關於格陵蘭主權同埋威脅向加拿大商品徵收重稅嘅言論，雖然唔係新鮮事，但就不斷提醒緊大家，國際貿易關係仍然有唔少變數，令到部分資金態度審慎。展望聽日，個市嘅焦點好可能會轉去企業業績度。科技巨頭蘋果公司會喺聽日收市後公布業績，市場最緊係睇實佢部 iPhone 嘅需求同服務業務增長得理唔理想。呢份成績表好大機會會主導聽日科技股甚至成個大市嘅氣氛，同時都會有唔少其他公司陸續放榜，幫大家評估下經濟嘅實際狀況。總括嚟講，今日個市反映咗政策消息可以幾咁影響個別行業，而科技主題嘅熱度就繼續撐住市場信心。喺重要業績同數據公布前，估計個市都會繼續呢種上上落落、揾緊方向嘅格局，大家都要睇路啲啊！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投資或法律建議。